300，祈求地主长传中华民国第15届总统一切顺遂，旗开得胜，顺利高票当选，为民服务，为国效劳，造福社会。 有新的是，境内四时无灾，八节节义，好有百事，老有空灵，百业昌盛，事业顺利，风度大典，家庭美满，合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300，祈求地主长传中华民国第15届总统一切顺遂，旗开得胜，顺利高票当选。 为民服务，为国效劳，造福社会，民之福业，福其代表，心机来家，终身名感。